较我的，你会使较我的，你会使较我的。伤我啦，伤我啦！请问乌醋甲白醋的制作过程有啥物差别？你若无答案要安啦？没事没事，只有40秒啊，无答案嘛。来哦，有啦。A 哈 A 吗还是 C？ ？A 哦，10秒，10秒。恁感觉 A 好啦 A 好啦。牙手 A 牙手， ，C 牙手，C 牙手，C 牙手。刚刚牙手啦，别死想，我别死啊！是，所以你的答案是我的答案是 A 白醋结果。哇！需要蛋鸡嘞！爱情来得太快。哇，1万块呢？嘛，1万块呢，送伊呢1万块呢，陷阱1万块嘞！系啊，1万块。我嘛感觉，我嘛感觉是死啊，毋过头拄拢是安尼感觉啊。啊，无你就牙手啊，嘿，反正拢是感冒就会感冒落去啊。好啊。 C，感觉是 C 的球，感冒是 C，太简单。 C 的牙手。是金两三，哦，5个拢是啊，系啊。好，咱来看者。乌醋有蓝基他的菜所做香料，对唔对？醋是迄个米啦，所以咱其实内底蓝的是用芥末，还是芥末，迄音拢会使吼。对，芥末，发芽的芥嘿。互伊落去迄个发酵嘛，谈到迄个激，恁对伊就有意见的。其实咱激酒就是迄个蒸馏的方法，咱大家叫激啥吼，所以伊即个做法是无共的。咱袂去用激的，咱用迄个发酵，互伊落去慢慢发酵，靠咱发生臭味出来。然后伊家己内底淋一寡迄个菜色，还是一寡可能其他物件糖啦，还是一寡看你要用啥物味。像台中，我会记我看电视有一间，袂当讲出名，毋过伊就是会淋伊动物的迄个配方，所以伊乌醋，足侪人就足爱食，因为乌醋就看你对一间工厂的机卡，所以会当淋淋落了后，伊迄就变。本地白色啊，就变做无共色安尼，